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要过年啊！真侪企业头家拢会发年底奖金给员工，当作是收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收，读私有收第5条。照古早甘为林第2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收就是用酒烧请的意思，落尾嘛有报答的含义，像咱讲谢礼，讲是收金报收金。感谢神明的谢礼，咱讲是收神，也有收报，像咱咧讲收报平安。慰劳，某人讲是收劳，感谢对方辛苦付出，付予伊的收劳，咱讲是收劳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应酬，较早字典解说讲应酬的意思是应接，也有款待，或者是讲互相交际送人的物件。现代字典讲是人和人往来，也有聚会交流，就是应酬。第2个词读做收金，也就是报收金谢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是一位摒事的业务人员，为了要接到更较侪案件，得到更较侪收金，伊就四界和人应酬，希望讲对伊的业绩有帮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收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